另外，一方面，这桃园机场最近又搁查到泰国人用这观光名义要运毒过关。今年到目前为止，这桃园机场就查到41件毒品案，都是泰国来上界多。拍开行李箱仔伫衫裤内底超出大麻，航警局甲台北关10月初6暗时，伫桃园机场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电工检查勤务时阵，当时伫一级航下发现泰国籍旅客4人托运行李影像有问题，拍开箱仔查检，查到2级毒品大麻，总重量有20.100公斤。本案贩毒集团以假观光、真运毒方式躲避查缉，并刻意搭乘同时段不同班机，于不同航厦入境。这贩毒案件4个贩毒集团成员用旅游名义查毒品来台湾，故意坐共时段无共款班机，想要分点突破边境接毒防线，啊，不过也是被查到。专案小组也伫加工透早抓到想要坐飞机监督出境的阿惠泰籍的共犯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运输第2级毒品将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切勿以身试法。根据统计，今年到目前为止，敢是航警局伫桃园机场查到毒品案件有41件80人，查到各级毒品总重438.27公斤，而且泰国上济，海洛因35公斤，甲大麻60公斤，大部分是用假观光的方式来运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